幸福这个简单的词语蕴藏着无数复杂的意义。从哲学家的沈思到普通人的追求，幸福的定义因人而异。然而，有一个普遍的误区，许多人以为幸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，需要艰难的追逐才能获得。实际上，幸福可能近在咫尺，只是我们从未用心发现。这篇文章记录了一个旁观者对生活中幸福源泉的观察与思考。通过一个朋友的故事以及生活中的点滴瞬间，我试图揭示一个看似平凡却深刻的事实：幸福的源泉原来如此简单。第一章：迷失在复杂之中。1. 都市生活的忙碌与压力。张先生是一名典型的都市精英，他经营着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，拥有数百万资产。他的办公室在城市的最高楼，窗外是一片灯火辉煌。然而，这些成功并未让他感到满足。每天清晨，张先生都会匆匆忙忙地赶去参加各种会议，手上的电话永不停歇。他的日程安排满满当当，似乎停下来1分钟都是浪费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他独自坐在豪华的公寓中时，心里却感到空虚和孤单。他曾告诉我，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比赛。2. 幸福的错位追逐。张先生的生活并非个例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经常观察到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将幸福寄托于物质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。他们以为更大的房子、更快的车、更高的职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一次聚会中，张先生和我们谈起他新买的一辆豪车，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，可我看着他的眼神，却觉得有些疲惫。或许那辆车并未真的带来他渴望的幸福。3. 旁观者的反思。我作为张先生的朋友，一直默默观察他的生活变化。从旁观者的角度，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拥有一切的人依然会感到不幸福？幸福究竟是什么？它藏在哪里？第2章：简单中的感动。1. 一场乡村之行。为了让张先生放松，我提议一起去乡村拜访一个老朋友。这位老朋友生活在山间，经营着一片小果园，日子过得简单而满足。到达的那天傍晚，朋友邀请我们共进晚餐。餐桌上摆着自家种的蔬菜、熬煮的鸡汤，还有刚蒸好的热腾腾的米饭。孩子们围着桌子打闹，妻子忙碌着添菜，整个屋子弥漫着温暖的气息。张先生坐在桌边，看着这一幕，眼中流露出一种少见的平静。他轻声说道：“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”2. 平凡中的幸福。饭后，我们围坐在院子里聊天，月光洒在地上，微风拂过脸颊，朋友的孩子们在一旁追逐玩耍。张先生忽然感慨，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，却让我感到很温暖。从他的语气中，我察觉到一种久违的触动，这让我开始思考，也许幸福从来不需要太多的条件，它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中，只是我们平时忽略了它的存在。3. 重新定义幸福。作为旁观者，我发现张先生在这一刻似乎找到了久违的答案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幸福并不在于复杂的追逐，而是源自简单而真实的生活瞬间。这也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是否我们也在某些地方错过了幸福。第3章：回归简单的生活。1. 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。乡村之行后，张先生开始尝试调整自己的生活。他将更多时间花在家人身上，陪孩子读书，和妻子一起做饭，周末全家去郊外散步。这些简单的活动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快乐。他告诉我，以前我总以为幸福是一种伟大的目标，但现在发现它其实就在身边。2. 寻找生活的初心。我作为他的朋友，看着他的转变，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。小时候，我们的幸福是夏天一支冰棒，冬天一家人围炉的温暖。长大后，我们为何将这些简单的幸福抛在脑后？有一次，我问张先生，如果让你回到过去，最怀念什么？他说，怀念和父母一起吃饭的时光。那时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才知道，那其实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3. 与自然重新连接。在一次周末旅行中，我和张先生一起登山。当我们站在山顶，俯瞰山川河流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与宁静时，他感慨道，在这里，我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自由。作为旁观者的我，也被这种简单的快乐感染了。
或许我们离幸福最近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最贴近自然、贴近本心的时候。第4章，幸福的哲学。1. 幸福的本质是简单。通过张先生的经历，我逐渐明白，幸福的本质从来不是复杂的。它不需要奢华的条件，也不依赖外在的成就，而是源于我们是否能够用心感知生活中的小美好。心理学家常说，幸福感更多取决于内心的状态，而非外部的条件。张先生的转变正验证了这一点。他学会了放下对物质的执着，转而追求内心的满足。2. 保持简单的心态。张先生开始每天早晨冥想，读一些哲学书籍。他告诉我，这些习惯让他学会了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他说，当你停止追逐，开始欣赏，你会发现幸福无处不在。3. 幸福的传递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张先生开始主动将他的感悟分享给朋友和员工。他鼓励大家在忙碌中停下脚步，去看看身边的人和事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。第5章，幸福的源泉。1. 总结幸福的秘密。张先生的故事告诉我，幸福的源泉并不复杂，它藏在简单的日常之中，家人的陪伴，一顿可口的饭菜，一场与自然的亲近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，其实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。2. 普遍适用的幸福观。不仅是张先生，我在观察其他朋友的生活时，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。那些看似最幸福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懂得珍惜平凡时光的人。3. 对未来的期待。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幸福的本质，或许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温暖与和谐。幸福并不需要复杂的条件，它只需要一颗简单而感恩的心。结语：幸福如此简单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有幸见证了张先生从迷失到觉醒的过程，也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。幸福的源泉原来如此简单，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只需用心感受，便能发现它的存在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简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